分享转到2023全球客家文化会议，接下来你要进行作为采铁国实习公民嘅客家专题讨论。首先有请专题讨论主持人、世界台湾客家联合总会钟正乾总会长致辞，掌声欢迎。PowerPoint 给我打出来，可以打出来。对，PowerPoint。杨长镇主委孝宣王的资政周江杰副主委各位贵宾，各位海内外所有的客家乡亲，大家好。我是台湾世界台湾客家联合总会的总会长钟正乾，新竹人主动前因第二带到美国旧金山。因为今两人同意出面到了下，台所有人讲的人全部用死人。我为了推广来鼓励大家學開了為客家話，所以我今日用開了客家話來講嚇。但是我準備的 PowerPoint 有啲唔熟嘅開了客家話人做得看呢啲 PowerPoint 點解講嘅嘛東西。今日前中憲到底來主持了作為財體國結節公民的客家的只專題的討論議題。因為今日前中憲要強調，因為時態就該非常傑出的客家事務貢獻者，韓國對呢只領域富有豐富經驗的語壇人，讓因為分享因為觀點。你可以PowerPoint 給我嗎 ？OK，第二我先都介紹，今日你專題討論的是這報告人，第一章係羅應照先生，他是嘅非洲台灣客家學校聯合總會的創會會長。第二章你這個介紹係張榮熙先生。佢係巴西客家發展中心的主任委員。第三章係李萬通教授，係西班牙台灣客家聯合客家會的會長，也係馬德里康普大學翻譯學院的教授。第四章係周子秋先生，也係全日本衝擊會聯合總會的台理會長，日本關西衝擊會的會長。呢大家的啲客家人前組織移民到國外，全世界嘅各會客家人來到海外本來係目的係呢處理咗好安居樂業嘅住所，所到嘅地方，人生上訴證明以勤儉參加嘅客家精神，對生命大變，有樣創作嘅開創客家人。熱心日足，將他鄉變為故鄉。台灣客家人居民9%嘅主要係1970年開始，多數係留學生到啦就都係因為工作、疫情就向往美國到加拿大種來到是民主自由嘅。國土新一代居民雖然對佢講，但生活好安定、好富庶啊！但是因哋面臨嘅係因哋文化、語言嘅創新，到生活創新嘅團遷問題，都因為呢個事情，所以國外各地嘅鄉親都紛紛成立為台灣客家會、台灣科技、公共事務各不同性質嘅專業社團。利用呢隻社團團結海外嘅鄉親，以取得政治、經濟、文教、社會福利方面有所貢獻，全心融入當地嘅主流社會，
希望就安尼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到加拿大两国早期是认为有全世界人民认为佢哋崇尚民主的立国精神，造就的两国对全世界都非常信任的影响。安尼人民到了才会说，安尼安然杂晒，积极的参加主流社会选举投票、民主投票，到参加公投、创业投资、专业的答辩，融入自然，全力以赴。我担任两次美洲台湾客家联合总会的总会长，对美洲台湾客家事务有详细了解。作为美国到加拿大居住公民的客家，这主题，我也对大家报告一下。对北美洲台湾客家会当然有期盼，有庆祝端午节、中秋节、串年。新年期盼专题的演讲会、客家美食、客家教学、到教育的活动，都利用呢啲东西来凝聚呢啲客家的力量。对美国每家就台乡市、台府的客家台湾客家会，全部要参加举办亚洲文化节、台湾文化节、台湾夜市的台新活动，到世界国家。社团交流并推广呢啲客家文化本主流社会。大部分的客家商会全部有客家的散歌曲，利用客家的散歌的方式，到各地方宣扬呢啲客家文化。除了呢啲客家文化介绍本其他的方言的社团以外，呢啲到了客家文化就是引申到呢啲。介绍本美国的主流社会，每年呢通过客家的社团支持台湾加入WHO立咗 A 世界卫生的组织，各地區嘅客家商會對 COVID-19 嘅事件，因為相信台灣 can help 從台灣進口當多嘅無數嘅口罩、到醫藥用品，建出本。當地嘅議員、養老人到政府機關，是彰顯台灣願意幫忙全世界嘅理念。美國在台灣傳媒台灣客家文化基金會，每年到美洲台灣客家聯合總會、北美洲台灣台灣公共事務學會、北美客家台灣語文化基金會共同推動客家文化。台灣文化獎已經35年嘞，對推廣同客家文化有功嘅人士表揚基金會就當然要提供本傑出嘅客家青年有獎學金，做出非常大嘅貢獻。然後係成立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學會，亦係北美洲提起嘅，提就要前期要。屬於就嘅客家台灣人嘅組織，成立之外，熱心參加國內嘅所有客家認同，從因客家母語教學嘅推動，客家廣田媒體嘅權益嘅爭取，繼續盡盡為了客家人做事嘅人來參選公職。韓國人安尼爭取客家權益嘅事務，一起努力對辦讓台灣客家認同對北美洲為最有力的後盾。哈巴也下日本美國的拜登總統要求美國在 COVID 疫情最嚴重的時間，迅速提供疫苗本台灣，也建議全球各峰會要請台灣參加該會。幫助台灣參加世界性的組織，也讓希望佢邀請蔡英文總統對演講。美國台灣客家聯合總會下部有16家北美洲台灣客家社團協助協調
各地区的相会，用本各地区的峰会，做得的法同互相支持。每2年闹世界台湾客家联合总会合作举办推世界台湾客家恳亲大会，本全世界客家人有机会有互相交流，贡献程度。韩国优秀，你新立世界台湾社团加入UN NGO 的协进会，协助台湾客家社团加入UG NGO， 使得你到国际社会支持台湾。但对联合国 NGO 会议提议正视台湾客家村族群权益。客家文化议题提到国际领域，恢复客家文化允许发展。台大纽约客家会非常努力的来做国家外交事务，让客家传统文化推广。然去年5月成立联合及非政府组织 UGNGO 通讯部门的会议，係全球每日聯合國附屬嘅台灣客家組織，通過 UGNGO 向全球傳播部門大概也要發布嘅通訊，向全球嘅客家人就各處向介紹台灣嘅客家文化。海外台灣客家人青島創立嘅青島嘅中小企業，製造當地嘅機會。促進當地嘅經濟到發展，徐新同嘅相親是新共創業係一個最好嘅例子。提供創業到市場資訊，本到台灣國內人分享台灣嘅田農業到田子業，就按新共海外嘅台灣人功不可沒。你要積極參與社區服務，到分發食物到做醫療的服務。台灣人的教會做了挺多的工作，美國的慈濟到佛教團體融入美國社會做挺多挺有意義的慈善活動。你要去積極參與美國的政治，參與投票為候選人募款，甚至成為候選人。你已經自然對落地生根，你要好好建設美國，讓本美國建設到當繁榮和強大嘅國家。就台灣，目前台灣人認為到過最高發展嘅法官、聯邦眾議員、政府嘅高層嘅政務官，邱幸福已經選入加州嘅眾議員，市政府嘅市政府的律師，那江俊輝也要做過加州的參謀長到主計長，這是最好的一個例子。至於你高科技的專業，你部分族群客家台灣人就唔會講缺失啦，去參加你兩套出版。準備高科技的研討會，協助台灣的中小企業到北美洲的中小企業發展新的產品，到開拓新產品，提升國際的競爭力。新竹人的客家鄉親已經方面對呢方面貢獻程度。但係雖然黨會講係係北美洲加拿大、美國的一個例子，但是這例子呢，可以分大家都參考也許到其他全世界各個地方，也做得利用來參考來發展台灣客家文化。所以我對咧介紹，今年T23羅應造先生，佢係非洲台灣客家聯合總會嘅創會會長。佢今年講嘅主題係客家人的處在國的公民身份和義務。請羅應造先生主講。
长官、客委会长官，各位全球客家的先进，大家好。我是非洲台湾列汉总会的总会长罗仁孝，不过列5月中呢哈，已经卸任了哈。5月我已经交棒了哈。今日首先来到台北甲会实里，因为2019年啊，澳大利亚些哈豪气干云的告诉大家，2021欢迎大家到南非来，我要举办全球客家文化会议。但是因为这个 COVID-19 的问题啊，所以就取消了。在这里跟大家鞠躬道歉。直到昨天晚上，还有人问我说：“你们非洲什么时候要办？”我说 ：“Sorry， 已经 cancel 掉了。”今天我要讲的议题哈，讲大家鼓动简单呐，让讲哈，看了的词哦念出来呢，所以莫老亏，我还是讲华语好了，好不好？大家都听得懂，而且我们的客家语言也有很多种嘛哈，有些人听得懂，有些人听不懂。为了大家听得懂我讲的话，我请大家欣赏影片。知道为什么放这么多影片吗？这么多照片吗？大家有看过魔术吗？魔术师为什么旁边要放个美女？因为你的焦点会对在那美女上，就不会看我了。所以我有什么这个出锤的地方哈，大家都不知道这样子。其实这个议题哈，今天客家人在驻在国的公民身份和义务，这个议题很宏观的，好像也很简单，但是却不容易阐述。这个简单的说，就是客家人在驻在国如何生根立足。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并获得当地社会的认同。当下了飞机，踏上祖国住在国的土地上，面对茫茫不知未来的新世界的时候，心情，你只有亲身经历，你才能够感受哈，那种陌生不知所以，面对茫茫不知未来的新世界的心情。孤独无依的失落心情，此时只有亲人在身边，面面相觑。身为一家之主，必须表现出果断、自信，然后安排一切。心情真的是五味杂陈，哪有时间想过公民和义务，还要融入当地社会，而且是主流社会。失去稳定的收入，尽管移民的时候带了一点盘缠哈。但是每天面对柴米油盐的开销，心情能够不慌张哈，那是骗人的。人家说不是猛龙不过江，没有一点本事不要出来混。好在很快哈，台大定安已经动销了哈，很快就可以交到朋友，所以呢，认识了一些语言、肤色相同的乡亲，有乡亲的协助，慢慢的把生活导入正轨。恢复一些信心后，才开始规划将来的念头。人家说，海外的移民啊，三教九流，圈子不大，但充满诡诈。投资合伙我都经历过哈，学习过，惨赔损失金额绝对让你刻骨铭心。回头看看这些学费哈。真的能够让很多人倾家荡产，原来在家乡有3头6臂的能耐，到了他乡怎么就完全改观？真的是这样子哈！想想是自己不自量力。原来的其实真正的重点就是自己的英文不行啊，只有thank you， 这个 hello，thank you，bye bye 3个字，第4句就接不上了。如果碰到讲英文的朋友说，我们除了能够 yes no 以外，第4句他再讲出来的时候，我们要赶快跑了，不能再跟他交流下去。如果没有被坑被骗，那才叫做真正的奇迹哈。有一个朋友听到我的遭遇，从400公里外载了1车牛仔裤到我家。我以为他要我帮他推销，你知道，我也很努力帮他推销，但是后来我实在是也差不多了哈，卖不动了，我就想说，
把这个货拉回去跟他结账，结果他跟我讲什么？我是要赞助你的，因为我很怕你流落街头。有一天碰到我们的乡亲长辈哈，他听过我的故事，然后看我意志消沉、失落、丧志，他说了一句话：“不是谁，你这样钻了穷人啊。”意思说我很刁钻呐。为了这一句话哦，我闯荡非洲到现在。移民南非哦，是为了生存在本地，然后辛勤努力打拼。转眼30年过去了，也认识了很多乡亲，也在我们的社团，尤其是客家社团，尽了一点功用。2017年2月，我被选为客属会长。当时很多人等着看我的笑话，但是是因为同年的4月，我又被选到台湾侨胞的这个警察之友会会长。因为我很没有自信，但是又很不好意思拒绝人家，所以我就承担了哈。我也没想到有那么复杂。那是因为我的英文实在是不行啊。那你要知道，南非警察没有讲中文的啊，没有讲华语的，全部是外国人。那这也是我服务这个台侨。跟台侨真正接触的开始，因为以前我接触的都是客家人嘛，他港人哈，哈后共发。但是我接触这个台湾侨胞以后，我真的很负责任的哈，带着一股阿甘的精神，哦，啦哈，然后一口不流利又破烂的英文，胆战心虚的心情，一个警察局一个警察局的拜会。哦，那因为我们鸡同鸭讲，你知道吗？再加上比手画脚，有些人对我也感到很有兴趣啊。哦，英文不好，可是我名片都是英文的，所以他知道我在干什么。所以也认识了好几个警察局的局长。后来他跟我真的是变成好朋友。本来我也不知道说交了这警察局的好朋友有什么好处。最多就是我被警察拦下来，我把他名片秀出来，大概不开我罚单哈。后来不是，真的发挥了很大的功用，连我们代表处的警官哈，警政署派去的警官都服了我。他说：“会长，不管发生什么案件，台湾人发生案件，只要你出现，我就放心了，因为可以搞定。”会受到这个他们的重视哈，最主要是我除了跟他们平常的互动，请他们喝酒喝咖啡以外哈，我常常听到他们说哪里有孤儿院，哪里有老人院，哪里快要断粮了，我就去想办法。好，还好啦，这一张脸还可以骗一骗我们的台湾的这个侨界大佬，他们都很愿意支持我。你知道我上任的时候有一个代理那个芦荟汁的厂商，他载一卡车的芦荟汁给我，他说：“会长，你要讲半暖啦，再多接好你400箱哎，你知道有多少吗？一个警察局送10箱，你要送40个警察局，所以真的是很多很多啊。所以我也特别在这边感谢他们哈。还有就是。这个大米，我真的特别感谢我的祖国，我的中华民国台湾，因为我们的这个农粮署哈，它每一年有这个战备存粮，时间到了就要淘汰，它淘汰都会送到，我不知道其他的州有没有这个待遇，我现在泄露机密的，不要到时候他来骂我啊。他会送很多，那都不是我接收，都是慈济。还有佛光会，所以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就请他们帮忙，他们也很愿意支持我了。所以他说：“会长没问题。”以前你去跟他要这些资源的时候、物资的时候，他会要求你，你报上来，你要送给谁，你要干嘛？我说：“加嘴币我嘛吞没落了哈，你放心。”所以他们很愿意给我。最重要是除了这些
赞助之外呢，我也常常参加他们的活动。虽然英文不好，可是 money talk， 你只要把钱掏出来，什么事情都可以搞定哈。尤其是他们警察，我们一般台湾人一讲到南非警察就咬牙切齿，痛恨在心。为什么？被拦下来，这边警察只要看到你这张脸哈，I got my dinner， I got my lunch 啊，就是说他拦下来一定会跟你要一点东西。最差，他跟你讲 I'm thirsty， please， 你可以给我 cold drink 吗？好，那我通常是给他们了，因为他们执勤也蛮辛苦的，不是什么大钱嘛。但是台湾人一听到，他就很生气，为什么？他的英文可能比我差一点，没办法沟通。一没办法沟通，警察的呛死就来了。一开始你抽100，他不要；200，他不要，要500。那我说你怎么傻？你如果违规的话，开张单500，对不对？500你到交通的那个裁决所，还跟那个 complain， 他给你 discount 50%，所以你最多只能给他200。如果超过200，你就说你开罚单好了。所以我也教很多台湾人，如果你实在是跟他讲不清楚，你就告诉他 do your job， 做你的工作啊，你开单啊，你不需要跟他啰里吧嗦，所以我参加他们的活动里面，我比较感动的是警察的殉职。这个在约翰尼斯堡曾经发生过一件晚上执勤的时候被酒驾当场撞死4个警察。好，那我们去参加，那你知道他们这么多人死，他几乎全部的这个警界的高阶都在场，还有他们的约翰尼斯堡市长。那我会提前告诉他，因为当时的公安局局长，公安局我们的思维里面好像大陆的警察嘛，对不对？其实不是，他公共安全局，他管什么？管这个消防、卫生，还有市政管理。市政管理包括他们的交通警察，所以当时我就告诉那个局长说，我们捐一点钱吧，那么多人而且他们黑人也蛮可怜的，虽然他是警察，然后冲锋陷阵，他1个月大概就是8000块南非币，换算成台币的话，大概16000。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大钱，可是，在黑人的社群组里面、族群里面，算是不能说高所得了，中等所得了。但是他一旦死掉了以后，除了领一笔抚恤金之外，就什么都没有。所以我经常去参加这个，那我捐一点钱。那有的局长呢，他不知道英文不好，老师要把我拉上台，要讲几句话，我还是一样 ，Hello, Thank you, 拜拜。I'm so sorry， 加一句，就这样子而已所以说，因为是这样子，所以我在警界算是蛮受尊重了就是说我如果有事求他们，他们都很愿意帮我。其实台湾人对于我当警友会会长有一种不屑。第一个英文不好，第二个人也长得不怎么样，第三你又没什么钱，老是叫我 donation。直到发生了几个台湾人被杀死的命案，他们才知道我这个 powerful。你知道在南非如果你今天报案说我在这个路口被抢4个小时来的算快的了。但是你这太太如果报案说我老公打了我1个耳光，5分钟到。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没有风险。所以警察很愿意来，然后我们再加上英文不好，一被抓进去就傻眼了。我回来的前2天，其实我已经不是警友会会长但是现在人家有事还是找我，我说歹势啦，我已经不是啦，莫安尼啦。他说无啦，会长，咱较熟，你给他处理。也是被抓去关了，就是2个人喝酒喝到不爽就干起来，然后就被抓到警察局去关了2个晚上，礼拜5、礼拜6礼拜1才放出来。
所以这个在南非啊，生活真的很不容易，可能很多东西哦，很多事情哦，真的超乎你的想象。但是现在讲起来好像故事一样，可是当你碰到的时候，你真的是莫可奈何，语言不通，文化不一样，对不对？妈的，明明是个黑人，我还比他小，他还跟我大声小声，你还真的是。哦，我们议员昨天有介绍了嘛？他在服务这些选民，我相信他也感受很多了。但是因为他那个城市离我400公里，他那城市是工业城市，基本上治安可能相对好一点。约翰尼斯堡是商业城市，全世界的商业城市只要有钱的地方就有犯罪，所以而且是特别严重，越有钱犯罪率越高，就是这样子，没办法啊。还有一点就是警察局长有时候打电话跟我要求请我帮忙什么什么，我是尽量满足他们，如果我没有能力，我会想办法。比如说像他们有时候会跟我讲，事实上是蛮不合理的。他们要足球比赛，他说他没经费，我说靠，这个经费不是我的吧？他说不是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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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his list 1 2 3 4 5，你可以挑一样。你要赞助衣服1，赞助鞋子2，赞助钱3，赞助饮料4，你自己选。那我们就看啊看啊看啊哈，你又不能挑最便宜的，因为太便宜的最便宜的你就变细咖，你知道？你又不能挑第一，那最贵，所以我们就是 something do it 然后他也很高兴，所以我的办公室有很多警察局给我的奖状，那个奖状不是在炫耀我自己，你知道吗？警察有时候进来找麻烦，look， 一看我靠，你都跟我老板那么好，我说 sorry，something you want， 他说 no no no，I just coming to see you，OK，thank you， 拜拜。所以说这个警察局的关系是这样子，然后 lockdown 的时候啊，就是这个 COVID-19 封城的时候，那时候蛮自豪的。为什么？大家都在家里面不能出来连你的大门出去，警察就来了，开单罚你，甚至于把你抓去关。很多人说：“罗伟，你还要厉害呀！lockdown 你给我爬走 ，excuse me。”这是我特别通行证，警察局长开给我的。那因为平常跟这个侨界的互动也不错了所以 lockdown 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他做口罩的，那时候我看台湾口罩还蛮贵的你知道他送我几片吗？50、500、5000 ，no， 5万。所以我就是每一个社团。把会长问一下，你们会员有多少？名单给我。那我不是你会员多少就给你啊，我还要对因为很多会员是重叠的。比如说你是台商会，你也参加同乡会；你参加同乡会，你也参加客属会，对不对？所以我还要再给他筛选一下。所以几乎啦，在约翰尼斯堡附近的台商几乎都台湾人几乎都有领到口罩然后奈及利亚刚好很不幸，他 lockdown 的前几天他跑来南非，然后他说：“会长这个 COVID-19 这么严重，口罩要对不？免提2箱去，一箱是2000片，我给他4000片。对啊，所以真的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在客属会的这个。”红虾还不错了，但是外面里面红虾就败。自己人，我们客家人的特性，内斗内行，外斗不行。所以这个不管发生这个治安事件也好，发生这个灾难他们都要找上我。2017年的时候。我接了客属会，还有警友会。那个时候，我们行政院要侨委会成立一个
急难救助协会。我一看这急难救助协会，人家就跟我讲：“罗伟，你就把你的警友会改名就好了嘛，对不对？”啊，那个侨务秘书会很高兴啊。我说 ：“No， 性质不一样。你要知道，你的这个急难是针对台湾来旅游，或是读书，或是移民有出事的。那警友会不是，有人3更半夜被警察局拦下来，你急难去吗？你用什么名堂去？所以我也经常发生好几次哦，3更半夜打电话来，我老婆说：“电话啦。”我看他妈，我说什么代志？会长，我叫警察抓去，靠腰摕500块就好啊。无啦，我身躯剩800，伊无爱。我说：“啊，你对，他已经喝醉了。他也是我们客家乡亲，他喝醉了。我说：“啊，你伫对？”我嘛唔知。我说：“你把电话给警察。”然后我就不到凌晨11点多，开车开了30公里，找到他了。他在高速公路上被拦下来。那警察第一句话说 ：“Your friend very drunk。”他开车蛇行。那我就说好了，我就给他500。他就钥匙给我，他说 ：“He can't drive, very dangerous。”我说好 ，I see。他一走，我说：“啊，你会开不？”“会啊，好。”“啊，你怎样被他等我？”“我唔知。”结果我就说好 ，Follow me， 跟着我开。要开到一个高速公路的岔道，他怎么跑到那边去了？青叔啊，你现在开掉？无啦，我来交警。他要去赌场，我说啊，是安那遐，你唔存800尔？无啦，12点以后信用卡过会当领钱啊。超过12点，他还可以去领钱，所以要继续去捞本。这个是小故事啊哈。南非幅员很辽阔啦，侨胞散居各地，不是像我们台北。你今天讲说，我现在在这个桃园，你在台北，你听起来就已经有点远了。我们不是。我刚去的时候，最好的朋友距离我80公里。好，而且是荒郊野外，因为他是住在农场，好，所以说现在好一些了，因为那一些人基本上都口袋麦克都移民了哈，有的移回来，有的移到加拿大，有的移到澳大利亚，所以有很多在其他州的，中南美大概没有，其他州的很多是南非过去的，好，因为后来小孩子大了也有了，然后这个钱赚够了也有了。然后想要过一下更好的生活的也有，就这样子。我们有一个台胞，在400公里外开一个酒店，不是坐台那种酒店，它是批发烟酒的，所以那个钱很多，生意很大。他不跟人家来往，没有人认识他，嘣2枪，父子全死。隔了1天，人家跟我讲，会长，你们有一个同胞在这里受害哦，大陆人。我说是吗？他说对。我说你可不可以把他讯息发给我？我就把讯息转给这个代表处，代表处到处问，没有人认识他。他说那你可不可以把他的讯息再详细一点？我又发回去，我说拜托把他们的出生年月日什么资料传回来。传回来以后，我们代表处说：“哦靠！你真的厉害，你比我们台湾的刑警还要厉害。几分钟你就把他所有详细资料拿到了，所以我又开车400公里去帮他处理，因为他只剩下母女2个人。那我们的代表就说跟警官讲说，那个警官，那你就出差下去帮忙协助一下，顺便去关切一下警察局，请他们尽快破案哈，安慰死者。在后面再加一句，你请罗会长跟你去。好，就打电话来，我说好了，那我就跟你去。回来的时候我很气，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我脾气又不好。我说我的叉嘞，你去这个公差，住旅馆公差啊，我开我自己的。我们海外是这样子啊，所以昨天在这边讲到这个什么，我现在忘记 confuse， 就是说，其实我们这社团
各位不要小看你自己啊！我们中华民国外交这么困难啊，是靠各位啊，不是靠他那些外交官呐、啊。那些外交官住在第3年他就调走了，他知道 ABC 吗？甚至于那一个市长他都还没认识他就调走了。真正认识是你们这些人啊，是我们啊。然后他们一有事，回电你也当去啊参详者，去跟他联络一下，我想跟他见个面，吃个饭，是我们呐、啊，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们科委会应该要改外交部了。对啊，但是好康无道理啦。要 donation 的时候，会长叫得很亲切啦。他今天有什么好康的哦？他好朋友先发完有剩才是你，真的啊，这我们都看在心里。但是，哎呀，想一想，我们移民那么远哈，能为我们的国家，我这个雄心壮志啊，能够为国家尽一点力、一丝力，我觉得很光荣，就是为了这样子而已。不然你凭什么？对不？你当会长哪一个不是花了大钱？我们永熙兄那一年，2018年、2019哈。那个什么，在这边开会的时候，我相信没有倾家荡产，大概要锯掉一条腿吧，对不对？我们都是花自己的钱，然后做大家的事，所以说有时候蛮感慨的啊。我没有办法捐很多钱呐，很多人说会长啊，什么事哈啊，3000、5000我们再捐。我老婆有一次跟我讲说。你傻？我说为什么我傻？他说他今天这个活动你就一次跟他捐10万，因为1年就那么一次。可是你今天3000，明天5000，后天1万，那是在流血，你知道吗？对不对？我们是天天在流啊，人家捐出来10万，哇，大显灵呢，10万呢，我们捐的人家看不到。你去帮人家解决警察的事情，2000块、500块、1000块，没有人看到，也没人感谢你，也从来没有人说回定我那一天罚了多少钱，我给你，没有，甚至一句谢谢都没有。更恶劣的说，看我只要等你等40分啊，你今晚就要来，这是真的呢。好，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公益，如果你去细想的时候，你会做不下去。你也不准啊，对不？你娘卡好嘞，我出钱出力花我自己的时间，然后你呢？一句话，哎呀，来啊，开慢呐，吼，我只要等偌久啊，你知道？这是以前我的这个以上我的经历了哈。哦，到了 ，sorry， 那不要再讲了哈，谢谢大家。希望罗云照先生老你介绍你南非的事情，佢支政府就唔會講，開始提到南非會按10萬人都大病哦，實在冇簡單。喺韓國就可以很容易就融入主流社會，跟警察打成一片，會社區服務。你真好嘅一隻參考你非常感謝羅雲照先生。你聽一位主講者係張永熙先生佢係巴西客家活動中心嘅主任會長，請張永熙先生。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張允熙，我出世在楊梅。我啲楊梅出世時節，我公人係安名很多允熙，是注定係永久一代巴西嘅意思啦。
拜托一下，嘿。拍摄，还是要用我们中文的拜托。今日二老太一个分享，要么讲呢，我哋在我们大家各位的手册上都好像非常推崇自己做的怎么样，怎么好。事实苏二老太家分享，有讲到痛苦分为数，向太家指高。回上页 ，OK。三十故乡的事情，影响到我哋巴士的乡亲。太家都知，你出生嘅位所虽然第一个故乡。然后在那边成长，过程也在故乡，所以这两个故乡是没有办法选择的。第三个故乡呢，本来讲命运安排说跑到国外去，在座的大部分都是在国外嘛，这个故乡非常重要。你记住，待久了，是会也该天依故乡。所以，从主动三芒大兵开始，我要讲今边嘅你课委会本来嘅很多巴西客家人，要么变到优秀的公民。我讲呢个以前我先介绍我巴西。过去有5个会长，韩国应该精神领袖，也是我们文化资源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我想请邓信光老师，起立好不好？韩国给夫人，他的夫人张静之女士，要站起来，拜托，礼貌上拜托哈，张静之女士 ，OK。再来是会接我的棒的黄振修先生，前会长，还有詹玉霞，这些苗栗人，好，谢谢。接下来是廖仁煌会长，韩国家夫人惠幼玲，我说按照次序按的下面来，廖仁煌会长的总长算桃园总长员温正仁先生，温正仁前会长罗志峰夫人，头份人苗栗头份人目前这个现任的会长是钟建仁先生，李淑妍女士，现任会长，也梅农人本阳是总党员，最后我想要介绍我的本阳，也当贤内助嘛所以做了很多事情都是他。曾树霞，关系下季谢谢今天我们在全世界。在传说巴西、要么都是刚才起立给大家见面的我们的前会长，要感谢他，真的除了一个人不可能，就是我们有个传承5位会长夫妇都回来，那么邓老师是我们的精神领袖，夫妇都回来，很难得。这是代表客家乡亲我对蔡厝按多国家的乡亲来感谢你的支持，感谢你们的爱戴。那么下面呢，
就拜托再转一下哈。哦，应该是我们的沉船，还有我们的归属那一段哈，谢谢。对，有中文字幕，有那个汉字的字幕，大家就看得不清楚。大家不要紧张哈，下面没用讲的，用唱的哈，挺简单。这些司机哈，是影响到巴西30年来的客家的团结进步。千年榕树一条根，天下行一家亲。团结和諧從真會，心術相連客家人。好，謝謝。好像沒有人在演講中唱國外哈，雖然唱得不好，但是還是要感謝這幾句話。还有13分钟，没有关系。好，来再唱一次，大家一起唱，很简单，很简单，到处都可以通行。哎，大家一起唱哈。千年榕树一条根，天下行人一家亲。团结和諧從真會，心術相連客家人。谢谢。就是因为有这首歌，所以我们巴西的客家乡亲一直很认真的来向大家学习改进。OK， 拜托谁？你客家人啊，一定要有自信，要自我认同。除了落地生根之外，也要在地认同，提升关怀，扩大认同，喺我哋都根本客家会嘅一種精神啊！好，拜託你。巴西客家会連續辦14屆嘅客家年，大家知道，我們客委會是在我們成立客家日的第3年，算第2年了哈，才成立。所以我哋巴西鄉親啊，該種時立夫會長提議講，我們巴西一定要成立一個客家日，來特別紀念客家年。所以我們有14年連續辦客家日的活動。坚持要做得很规模很大。我爱妈妈，当然移民在国外的家庭啊，太太的角色非常重要。所以今天有12位的我们的夫人啊哈太太们一起回来，也算是一个感谢了。过去为了家庭，为了事业，甚至为了客家会。舍不得离开，那今天第一次全部带回来，一起回来是这意思。所以我们客家日，我爱妈妈的活动办得非常好，常常都在郊外1日或者住1晚的，让妈妈们给自己子女来做一个真心真意的感恩。这个爱心人的活动哈，是我们廖会长任内创办的。每一个礼拜，对不起，每一个月有1次，礼拜1，要70岁以上的客家鄉親來報名就可以參加。我們有專題的演講，有健身的講座，當然很多了哈。那麼最重要。大家聚在一起啊，錄音家聚在一起啊，由我們
崇正会的妇女组呢，主是播种上没有关系，在那边吃，在那边跳舞、唱歌，哦，有一个疏解移民到巴西嗰種思念家鄉也好，嗰咧菜全部因客家人富人家住的，全部呢客家稅務住，哦，這個也辦了很多年了，哦，廖會長到現在堅持，然後等有客家太流了，哦，要場地沒有問題，10幾桌沒有問題，20多都沒有問題，再來就是堅持發行客家經，好，這個客家經很難得。有的any鄉親唔係在新博羅，他看到以後就知道我們這個客家活動，好，這個要感謝鄧老師夫婦哈，感謝鄧老師。再下一個，哦，這個是any客家太流嘅活動嘅情形啊，全部係客家鄉親，好，再一下哈。OK， 這個看得懂嗎？我們辦活動的時候，前一天啊，我腦扮演啊，唔講發通，你桌面表嘅全部作當嘅扮演下邊去拍布嘛，哈，要給它晾乾，第二天主辦演唱會是啦。這個你看都發成這樣子，好，大大小小都有。啊，再一張啊，拜託。客委會也辦過，僑委會也辦過，嘅行動做下吼，來搞你做宿舍，啲巴士食材也受益良多。雖然應該長輩阿伯妹阿伯婆的吼，都懂得搞你客家會嘅宿舍，那麼也這些參加嘅嘢行動做下嘅一個活動，不得再。台灣介紹嘅客家錢啊嘅印字吼，按多年了喲，幾多萬字啊，幾十百萬字哦，這個刊物都出現在，現在很好，拍起來是你客家網站就可以看得到，甚至把以前的從創刊到現在的都可以查得到。好，謝謝。迄個巴士在按多年，你客家崇正會係1972年成立的，現在算起來有52年。但是在1996年的時候，幾乎你客家人都很生活安定了，也各方面也兒女的教育等等也都還算可以，所以相對講。睇起來過年的時候，想適合魔法突破一個場所，也重新租場地，被政治的因素被看寫掉，所以是香港已經安家沒，我們蓋一個自己的家，蓋一個自己的家，隨時要機會就有機會。所以在1999年，我們是1996年，1972年嘛，對不起。有點糊塗了哈！1972年客家會係從1972年成立的，在1996年的時候，首先發覺前輩了，我們的前輩客家會的前輩呢，感覺上有一點不太接受新的想法，也不太接受年輕人的建議，哦，更嚴重的是，好像是只接受某單位的那個接待或是互動，而你台灣出去上邊都有假冇對樣吼，所以是會有想到講，現在客家大樓蓋一個大家出錢蓋一個大樓，所以在1999年的時候才會有客家大樓的成立啊。那麼我們的經營的方法也是經過很公開、很透明的做法，哦，在2005年的時候，客家大樓終於成立了。當感謝該當時有千多在座嘅鄉親，按驗許多人客家
巴西客家人来祝贺，也很丰盛呐哈。虽然我们做的要命，做的很累，但是非常的快乐。认识世界按多个国家的主要干部都有来巴西了，哦，这是我们客家活动中心客家大楼到今天它的经营方式。等一下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跟各位报告一下。好，那么过来都。你看，目前乡亲有希望讲第一代的移民呢，因为子女都有工作，再下来的孙子辈呢，要谁来带？哦，那第一代的移民都80、90岁了，要谁来照顾？所以像都讲，来做在养生村，来做在很多老人院。那么我们不希望养生村或者老人院影响入住的一个心情。我已经变老人了吗？哦，儿女把我送到老人院吗？不是，我们是一个乐活好这个构想。为了这个老人院，我应该走了大概几10趟哦。不同地区的老人院，不同国家的老人院，去接受一些新的思维。所以买土地青苔是在很高级的圣保罗高级区的住宅区里面买的，有很多限制，但是非常感恩，天时地利人和帮助我们很顺利，很顺利。那又碰到这个 COVID-19 问题，我们也很顺利，整个建筑都做好了。唯一比较遗憾的是，今天不能跟各位来邀请哦。哎，下个月来我们沿楼落成啊，或怎么样没有？因为有4部电梯，我们也采取半透明式的电梯，为了很多好的构想呢，电梯影响到我们的完工。大家知道，一个建筑里面电梯如果有耽误到，你就拿不到完工证明，你就没有办法还押。所以，这一点要跟各位期待生活280了后，不有点的失望。不过我们还是完工证明出来，看看时间怎么样，时程怎么样，再通知大家。其实啊。太甲都属于死灰，因为整个建筑的部分都完成了啊，电梯耽误到了，还有2个电梯。光本太堂台湾应该小楼啊，逛南非的事情，巴西面有一斗进步比较多，落后的也有。这个4座电梯，在去年的6月我们就缴费完成，今年3月才拿到货。去年6月应该就要给我们装好了，钱也付掉了。今年3月刚拿到货，又陆续缺少这个建材，6月才开始丢第1台电梯，然后我们要回来的时候，第2台好了，预估第3、第4还要各1个多月来加紧把它组装完成，所以。很快也要年底了，包括使用证明了哈。这点比说，老太家深深的感觉抱歉哈，也跟各位致歉。OK， 这个是2005年落成的客家大楼。如果还没有去过巴西、没有看过的，欢迎随时来。我们营运都很好，非常好，是一个。代表性的建筑在巴西华人社会里面，客家乡亲不是讲，什么太讲嗨，要什么各位该按照非常要坚持哈。好来看一下，好，这个是檐楼，规模比客家大楼还要大，有122个套房在楼上的，这个3层，那么地面楼是。休闲活动，比如说应该有的，我们都会有了，健身啊等等的，教室啊。那么这个是在圣保罗
这个怎么说啊？高级区嘛，台广哎，在一个森林里面盖的是住宅区，所以我们周边还有很多空地，水塘啦，还有我们开始也种台湾的，比如说，桐花，也从台湾带过去种桐花，代表我们客家嘛哈，还有台湾的水果也开始种了。那么这边呢，还要种140几棵政府规定的原始的一个树木才可以。巴西这个地方管理很严，所以将来会在这个区已经是在森林里面了。我们是为了盖这个大楼，所以有砍了一些，挖了一些，所以我们要补回去在空地里面，期待大家会喜欢。OK。这个我看，就用大家来念的好了。我的时间好像已经快完了嘛，哈，好。那拜托再一下哈。这些都是零零落落的，我们在巴西天天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月都会碰到的工作。那边特别提一下，我们新屋的叶家有盖了2个医院，规模很大。第一个医院委托一个大财团在经营，新的医院去年才落成，规模很大，也是我们客家乡亲很有代表性的，他才记得嘛，每一年的祭祖的时候，新屋叶家有7、8千人回来，扫墓，就是他们的家族，好 ，OK， 看到这个捐的物资，大概应该就知道嘛，我们办了很多这样的活动。其中有一个台东的好朋友陈聪敏先生，他在北部还有中部的设厂做拖鞋，也蛮成功，因为他也很乐意、很发挥慈善的这些精神呢，所以给他第2个工厂在落成的时候，他工厂的前面马路就是叫陈聪明路。在客家人的一个骄傲的地方，被市政府命名陈聪明路，在他工厂前面。OK， 那个很大堆的物资啊，都在我们客家大楼的大厅里面来发放。那边呢，应该是记得 COVID-19 的时候非常紧张，找不到地方打针啊等等，要方便我们自己乡亲，方便我们华人，我们就开放客家大楼，整年在我们客家大楼来请卫生局人到我们大楼来打针。我们大楼很空旷，空气很好，挑高也很高，所以是被选上也是一个骄傲。为什么会在我们大楼？不要晒太阳，不要淋雨的，这个是我们跟巴西的社会沟通有互动的一个代表啊，捐血、发放救灾的工作都在客家大楼。拜托这一行。这个大家都懂嘛，应该就不必再浪费时间哈，谢谢。OK， 那么左边那一张穿黄色衣服的是州议会的议员，加老公嘿，台湾人，所以他是我们台湾女婿，他非常支持我们，我们也非常支持他，就等于前几年我们支持威廉务选市议员，选到众议员，就国会议员威廉务，台中廖寮爷外省廖寮也有听过吧哈，
那这些文章就是平时啊，不应该主持啦，所以我们在厨房里面主持的相片，再来，拜托。到底用时间过太的，我老太太费事的，你讲话讲到按粗糙吼，也每个动作都做出来，向太太包含，也弘扬太太，再一次的继续的关心我们客家，巴西的客家。我们12位回来的乡亲，客家乡亲，有同样的心理的抱负。我们心怀台湾，我们住台湾出生没？心怀台湾，志在客家。你太家都是客家中出生长大的，当然客家是优先。然后也不会忘掉四海之内都是兄弟，天下客家人一家亲，大家心术相连，放眼全球客家，让客家的花果处处绽放。好，拜托再一张，这个有一条狗因为在1996年的时候，我们改革以后的客家重振会有发行一个 CD 跟录音带，利用唱歌，利用传唱客家歌曲来影响他唱歌的。当然后上的很多练唱的时候，都把那个是优秀的客家人，不知道是他的父亲搞怪，还是家人，还是朋友搞怪。他说是优秀的客家人。这个是不好了哈，对不起哈，这个不应该教。确实我们在巴西为了这个10几首的客家歌曲传唱非常多，发挥很大的作用。唱歌的亲好的，所以筹备人呢，国家客家儿童合唱团太棒了，我们也有合唱团，在这里谢谢各位，什么太简非常希望张永熙主委老安尼介绍巴西的客家的情况。巴西有5、6千3的客家人，每一个都是事业有成，然后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是这个巴西大楼的建成，我们罗文嘉前会长前主委当年2005年带领的100多个乡亲前往巴西参加，所以当时有800多个乡亲在那里参加恳亲大会。然后我们也看到的巴西盐楼的有120个单位的一个盐楼，给我们客家乡亲去做养老的地方。我们真的是为在巴西的客家为荣，我们非常非常谢谢巴西的客家乡亲的努力。现在我们请黎万堂教授，他是西班牙台湾客家会会长，也是马德里康普大学的翻译学院的教授。我们请黎万堂教授，请。喂，各位乡亲，大家早，大家好。你也差不多当主的20组的大家忍耐一下哈，忍耐一下。我的大外间呢已经有45年了，45年。你的学会还没讲了动长，我尽量用学会来讲。我老会长颠倒啦，相反啦，颠倒。我尽量佢讲学比较好呢。但是谦虚我尽量用客来讲，有对我哋转過來呢，大家原諒呀。
大家原谅下。我哋西班牙呢，第一冇像巴西啊，对吧？种肥庄哦，种猪肥哦，佢讲咯，十分的十分的钦佩，钦佩。印度、千度又很做势，喺我嘅西班牙呢，冇像，你老肥庄啊，出去视察出去，警察做拉外签，哦，所以呢，喺西班牙呢，虽然我们世界大国，每一只安和乐利，吼，很出门去来有当自由的国家，你客家人冇按多。但是呢，就像因台湾小而美，哦，你客家人呢做西班牙呢冇几多，哦，我哋啦慢慢的绕各位乡亲来讲你西班牙的情形。基本嘅题目呢係作為在地國積極公民的客家，我認為呢題目呢非常嘅好，非常嘅好，我簡單地介紹一下。你台灣客家嘅移民啊，你當到要做馬來西亞、做嘅其他國家來，你嘅西班牙客家會咧，西班牙客家會專門以台灣來客家嘅嗰種嘅鄉親咧來組成嘅嚇。你做西班牙客家人咧，差唔多100戶啊，都唔得到80比哦。100戶一戶差唔多400人沙呢，差唔多有60戶呢帶到馬德里，40戶呢帶到巴塞隆納。還種呢西班牙嘅一台呢冇寫呢，亞洲嘅第三大國家，哦，第三大國家。所以呢，該種是主身呢西班牙客家會嘅主身呢，非常嘅嗰種嘅做堅信啦，哦，我當初呢當時間呢。2007年的時間，到德國的郭慶芬、郭會長就在嗎？郭會長做開，還有郭夫人、高夫人，嚇，喺度嘅郭會長呢，去美國參加嗰種嘅大會，他接待的接待人啊，全部客家人，喺度郭會長話喲，全部客家人哦，眼好咯。梁生想啊，你講錯的，啉咖啡的是想啊講，你澳洲咪做得做啊？澳洲咪做得簽了咗客家人來啊？該兩時呢，梁生呢就講約提講，你特別簽，哦，我喺西班牙簽到時隻澳洲特色國家爭去發通，哦，所以呢，你要2008年呢要。澳洲嘅嗰種嘅世界，澳洲嘅台灣聯合總會，家下呢，家兩時呢，羅總會長、羅任平總會長咪做咧，哦，佢呢非常嘅鼓勵人哦，來成立啊樣嘅世界，家兩種世界大會，哦，所以呢，我希望按多嘅簽批，按多嘅鄉親呢，讓人鼓勵，讓人來鼓勵來成立。2009年、2008年、2007年，澳洲就成立咯。2008年，澳洲嘅大會就成立。嗰兩時呢，有國民黨嘅饒永琪，哦，韓國林光發、林彥章、羅農民羅會長，嗰兩時沒有莊會長，巴西土地有進來，所以呢，你呢？客家人啊，你台灣按說應該有一則世界也係全球嘅客家人喺度做，所以呢，你哋大家呢來努力，來努力向一個目標來進行。基本呢講起個也係題外話，題外話就講，你西班牙客家人呢，咩講像巴西，咩個像羅祖偉佢東三萬。我今年語言是起價嘅，我哋呢全部發生乜嘅事情，你到佢金友會有關係哦，全部沒有發生，也沒有跟人家搶，冇被人搶，哦，所以呢，我們全身而退，全身而退，謝謝羅總會長，謝謝羅總會長。你講到一種嘅在地國
最重要的哈，你台积啊，在帝国作为积极的，在这个公民的客家哈，我觉得这个题目，两个以为它题目非常的好，甚至呢按蔡做的动作的，你台学台湾的台学呢，专门有所谓客家系哈，你也有硕士班哦，还有博士班，你肖教授哈，肖教授阿雄也指导很多的学生哈，很多指导很多学生，这个题目足足有余，可以作为硕士论文或是博士论文的一个题目。所以呢，我们客家委员会，谢谢客家委员会给我们那么大的个标题。你睇自家从外界啦，从外界做在转来两位，一定是居住国优秀的、积极的公民的积极的这个公民客家。你呢，我想呢，我了分析以后啊，有两几点呢，我拉大家来分享呀。第一呢，你台湾移民的原因呢，第一呢，我想呢，家庭式的大规模的这个移民，有原住有南部的屏东的6队，了解吼，全部移民到阿根廷去。哦，你人哦，因为因素哦，你不是讲，人为呢又因为婚姻的关系，哦，因为结婚的关系，哦，到哪位到啲客家妹嫁到外籍，也係客家人做喺讀書留下來結婚嘅，哦。第三個因為工作嘅關係，哦。第四個呢，最重要嘅呢，你下當到用按西班牙來講呢，做留學生永遠留下來的真正的留學生。我本人呢，作為這例子哈，我45年前去讀書，45年前讀書，做到一個飯媽啦，啱咩講，做到一個飯媽啦，嚇。嗰兩時呢，轉來哦，轉來本阿爸阿妹看哦，阿爸面煮的呀，因為呢，我以前呢當中呢轉來個。逐年做咱介紹，哦，我朋友話嘅，也冇要留學，要讀書，我來介紹。到第3年咧，我就吐轉來；第4年咧，我爸就冇講咩嘢。哦，留下來讀嗰種嘅學生嘅咧，中喺西班牙嚟，一結婚咧，啊留下來非常嘅多，喺工作嘅關係咪係最重要。工作嘅關係咧，留下來咧就10年、20年。第1台、第2台、第3台，仲喺啲有第3台，第3台。我成日呢，逐禮拜6去學講中文，有冇間呢？省下呢嚟講到客，成日呢學當家嘅。阿公，你聽咩？阿公喺度宣傳樣睇嘅，所以呢，家庭嘅教育當重要。你在座各位呢，轉移嘅時間呢，係要順呢，要成日呢，加減講到客。一定有幫助嘅，家咁當中一定有幫助嘅，所以喺建議啊，啲學會費啊，南北呢做得組織像啲一樣嘅費，但是呢後生人組織一隻費用後生人唔諮詢委不會唔止，就是年輕人讓他回來，不去轉來去唐人吧，1年不會講，第2年不會講，第3年。會講到嘅吧，所以你還未當到錢，還說你做阿爸做爺嘅人啊，一定不記得轉來，轉來呢，看看你台灣，因為呢，你只工作呢做得做下去，到尾呢，第2點呢，講了到我西班牙客家鄉親西班牙客家鄉親呢。睇我大部分呢都各位介紹過，我當初報告寫出來是這個，哎呀，李教授，你這個報告可不可以讓我刪改一下子？我刪改什麼？他說你們把西班牙的客家，他有什麼成果啊？什麼是？
当然，那我们西班牙的客家人呢，很少，也很小，但是我们办过2次世界的垦金大会，2次哦，不是1次哦，2次的世界垦金大会。你西班牙的乡亲呢，非常的少，整个非常的少，但是呢，台七甲呢都很安居乐业，不仅仅安居乐业呢，我想啊，最主要的，台七甲大家心里有数哦，我们所有的客家乡亲哦，转移点侨基地哦，看看所有的我们的这台湾的移民或者我们客家的移民那里，第一个提这个身份，公民的身份很重要，很重要，我们不要偷渡啊，这些当然是不会啦。公民的身份呢非常的重要，你只要公民的身份很重要，那做法是清楚做的，譬如讲，那做公职人员也做胜利，哦，全做的。所以呢，我们这个首要条件啊，作为在帝国7级公民的客家，首要条件就是把身份合法化。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啊。第二个呢，我们就这个合法化了以后呢，我们就要积极的参与，不仅仅是该地的社团，买哦，你这个台湾的社团呢会参加，该同时台湾客家会成立的时间啦，伊参加西班牙的考察，也还西班牙客家会的活动的力量，还有集合全球的力量呢，没谁，不会小，甚至我敢说是第一，啊，人少，但是客家运动团结，哦，大家呢不错，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呢都非常的优秀啊，非常的优秀。比如讲，你有个想汪的哈，我们的客家黄义林那个乡亲哦，越做小学告诉，你小学告诉你小学教书有什么可以讲的呢？但他小学教书，他的父系就给谁了？给他这个，他父系呢，他越走历史，他在小学教书的话，影响力非常的大。所以我们所有的台湾人、所有的客家人、所有的客家人，按做广结的，不要说以为你不是什么外交部的代表什么，每一个人的言论、每一个人的动作，全部代表台湾，全部代表台湾。所以呢，那个黄义林啊，这个你乡亲啊，就说告诉以外呢，韩国家父系做历史，哦，多多少少所有的台湾的亲戚呢，向西班牙人从基层啊，西班牙人来讲，所以大家呢是否呢这个钦佩，还有呢，做在教育方面呢遇到，从礼拜六傅春梅副校长没在，傅春梅。傅春梅，啊，傅春梅那边，请你站起来好不好？今天我们2个人回来，副校长他是在离200公里马德里200公里以外的这个萨拉戈萨大学里面呢，担任中文教授啊，今天也特别回来，他为我们客家还有为我们这个台湾呢做了不少事情，也是我们侨校的校长啊，前任的校长，非常的优秀。你新竹族动员啊，新竹族动员。还有一位呢，啊，我可以再跟各位张姓的乡亲啊，他在基础在马德里大区政府上班，家老公呢，西班牙人，啊，基本当回台湾，当回客家话。我当时讲，认为讲佢唔会讲客，咁么要摆呢电视访问机啊，电视访问机用客家话访问机哦。记得客家会溜，我说哎，你的客家话怎么那么好啊？说没有啊，要正式场合才用得上啊。当沙皮啊，当沙皮。他那是在大区政府啊，做公务人员，还有住在北埔的那个刘姓的我们乡亲北埔他呢是开工厂，那做这个南北货的这个工厂，他的货呢在西班牙的大超级市场啊，都有用。像这些，我要举的话，是举的很多的例子啊。从了解呢，全部，第一个，他的公民合法，非常的这个
工作非常的积极。除了以外，参加我们的社团，参加当地的社团，在各个领域上做所有的建议的个朋友，全部讲台湾，甚至呢，希望伊呢讲客家，你也就当作问题哦，当作因啊会问到，别个客家，我建议咪问，客家话个意思，哦，所以呢，国民乡亲啊，利用遐资讯会议吼，从作宾肖教授还有各位演讲这个博国英有讲过哦，我们要怎么跟人家讲，叫做我们是客家人，哦，这点呢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们客委会有个哈客网，我们哈客网呢，你不要东西放下去就停在那里，好，一直都要翻新。如果说你放在那里，人家看不懂，还是没有用，而且这个语文呐，你不要都用英文，现在西班牙文、其他的文也有嘛。西班牙文是全世界第2大的语文呐，莫讲全部讲英文。哦，我觉得这个哈克网可以加强的地方，哦，哈克网可以加强的地方。来想啊，我们那个客家人啊，自古以来啊，迁徙，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是迁徙，到底客就是客主客嘛，来客你就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嘛，对不对？这个客家，人家叫你客家客人，就是从外面来，你不是在这里的啊。你这边就叫主人啊，懂吗？好，我们大量的这个我们到台湾了以后啊，做台湾啊，再往外移，所以我们西班牙的这个客家会啊，都是以我们台湾客家为主。其他的他愿意参加，我们也欢迎他参加，但是是等于是观察员一样啦。哦，我去来安多全部比那去做什么做的。哦，所以我们以台湾的客家人为主，好，那我们在这个这次我们这个客委会在2023就是这一届的这个世界文化文业主题啊，就是落地生根，哦，客家的全球化及在地化，我国人啊感觉到啊，哦，你睇主题啊，听到意好，哦，你當然你台灣，哦，台灣係你個國家，你嘅鄉親客家鄉親，哦，來提名來說，作為在地國積極公民的客家，我們為什麼不能把這個題目再放大一點？我們作為在地國積極公民的台灣人，由我們客家做起。来影响到其他移民到海外的客家人。谢谢各位，我演讲结束，谢谢。希望李万通教授留你講就西班牙嘅情況。劉教授係留學生，佢非常嘅打拼，做到太好嘅教授。佢參做過外交部嘅顧問。佢喺做創立台灣客家會，然後台灣商會，我喺舉辦過2次嘅世界台灣客家懇親會，非常了不起。希望李教授，人家你請你周子秋先生，佢係全日本促進會嘅聯合總會嘅台理會長，日本關係促進會嘅會長，請周子秋先生上。謝謝謝夢儀。趙鑫7走8走紅起來，非常的高興。為什麼呢？今天呢，我們準備要參加這個楊祖偉的世界客家之遊，他領導我們呢，今天從非洲到美洲，然後到歐洲。最後的一站呢，是我回到我的日本了。這個日本呢，就落地生根。在我們的日本，我們的會員
并不多。整个会员呢，在理论上是应该有1万人左右，但是根据许多的报告，没有超过1万人，只是7、8千人而已，并且这个7、8千人呢，是分散在我们全国各地，这是非常一个不好的现象。为什么呢？我们刚刚看到了几个世界周游，到了这个巴西啦，到了非洲啦，我非常的羡慕他们的会。为什么呢？他们都有一个给客家人集会的一个场所，但我们日本没有这个场所，所以我们在日本的客家的语言的文化消失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甚至于第2代呢，他已经不接受我们的客家语言了，所以我觉得非常的痛心。这个我们追查一个原因，昨天也是讨论了，整天都在讨论要恢复客家的这个语言的问题。其中的我是认为一个最重要的因子呢，是一个环境因子。我是以日本做一个例子，这个环境呢，我在日本的话，我老实说，每一个会的会长啊，差不多4年1任，会长的家就等于他的办公室，是会的办公室，没有一个固定的事务所，没有，所以平常我们集会只能够在饭店里面的一个集会，平常根本就没有机会呢可以谈这个客家话的，除非你是夫妇2个人都是客家人。因此呢，我们的客家虽然没有像他们轰轰烈烈的对客家的贡献，但是我们每一个日本的客家都脚踏实地、切切实实的在努力在融合在我们的日本的社会。这一张图呢，是我们要感谢日本的政府。为什么呢？在2年前，我们看不到这种统计的方法。这个2年以后呢，我们台湾第10，台湾是以前都是包括在中国的里面的统计，所以要查这个台湾的统计啊，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最近这2年来，我们已经跳出了这个中国了，我们已经独立了一个统计的这个数字。这个统计数字呢，现在日本正在流行要做像我们的身份证一样的，叫做 My Number。这个以后用 My Number 这个一查的话，很容易的把这个正确的所有的资料的统计都可以查出来的。所以，我们因为有这种非常不利的环境的基数，到底我们的基数是在哪里呢？是日本的一个社会。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我们要了解要先要了解日本的环境跟它的民主性。它的民主性呢，它现在虽然表面上是非常的在履行我们中国的儒教思想，但是它还保持着非常的这个封建的特征。怎么说呢？我们的小孩子送到幼稚园，老师呢再三的警告我们，你绝对不要教你的孩子说这个外国话。他有这个要求，第一个他就把你限制致死了。
所以呢，这个保守啊，非常的保守了。虽然，非常抱歉了，这个是。但是他们的民主性，我们来看，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从来都不会向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的国家呢，向他低头道歉。所以他这个应景的精神呢，比我们客家还要厉害。所以呢，这个是他们变成应景，变得顽固了。所以他从来都不向这个东南亚的，像我们这个中国、像台湾这个道歉了。他不像德国，德国的话，第二次战完了以后，他马上就叫邻居的国家道歉，并且向他的民主英雄的那边献花。所以，他这个日本人他就不会这样做，这不会。所以呢，但是他这是负的一面来看，但是他好的一面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学习。比如说，他所有的做事情都很切实、很精细，这我们是不能否认的。所以他在先端的技术方面呢，算是世界上是顶呱呱的一个国家。所以这是，并且在社会上，你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很守法。怎么讲呢？有一次晚上11点多钟，我过这个平交道是红灯了，老实说11点钟就没有车子了，但是他们日本人呢，还是站在那个地方等绿灯，亮了他才走过去。但是反过来说，我们看看我们台湾人能不能这样守法呢？大概是很少，很少。看到没有人了，马上就跑过去了。这是很值得我们反省的地方。所以呢，这个事情，另外，公司合理讲卫生。现在我发现台湾这个环保的拿这个丢垃圾的这个制度，我是觉得非常的不合理，浪费人力。一辆车子啊，要等这个时间呢，就好几十个人呢在那等都要丢。在我们日本呢，非常简单，就放在一个角落里面，或者家庭前面，他车子会来帮你收。我们就不要等时间，不会浪费那种这个无谓的时间了。另外，这个讲卫生呢，像我们在日本的时候，假设有亲戚朋友入院，好，我们送到他到病院去了。送到病院了以后，病院就100%的帮你这个照顾。不需要像台湾的像菜市场一样，坐着还要轮流兄弟轮流去照顾这个病人，没有这个现象。你送到医院，医院就100%照顾你了，是这种制度，所以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刚才讲的日本人很顽固，不会错，并且心胸是很小。你看，他是一个叫做岛国根性，他自己日本人都自己承认的，我是岛国根性，也就是说表示他的心很小。
所以你要教日本的时候很容易教，但是不能够深交，交不到。在台湾的话，我们兄弟的这个同事啦，或者我有时候甚至好的时候，像兄弟一样的来往，在日本是看不到这种情形，是没有的。所以我现在介绍了他几个好的地方跟坏的地方，但是2个台湾人，一个台湾人对一个日本人的话，可能我们台湾人会胜他。但是有2个以上的人集合在一起的时候，很可能我们就输他了。为什么呢？他这个是团结的力量非常大。比如说，很可能大家在以前的电影上有看到过，他们有一个大灾难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集中在某一个地方避难。在避难的场合，他自然的会推出了一位代表出来。这个代表出来的时候呢，所有的人就不敢讲话了，不会有自己的意见了，所有要听这个代表的一个人在讲代表，所以这是非常难得的，恐怕是在世界上来找的话，很少的国家能够做到这种程度。这个呢，我们看了以后，人家好的地方，我们应该要多多的把它学习带回来我们自己的国家，贡献我们的这个社会。这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他在大难的时候，他很神尽守法团结，没有怨言，他不会说。好像这个车子不走了，新干线他躲在这个新干线里面的这个半天呐，一天都睡在这个，他也不会说要那个大吵大闹，不会的，不会，这是他们的国民性，很值得我们效法的一个地方。我们日本的客家。最主要的职业，战后大部分很多都是做这个担子房。这个担子房，台湾没有这个担子房了，日本呢就到处都有这个担子房。担子房运气好的时候就可以达到说了很多可以换钱啦，可以换钱。所以呢，但是。后来，虽然钱好赚，当老板驾的车是世界名牌的车，但是心理上呢，就有一个缺点。这缺点是怎么样呢？将来自己的子女讲到婚事的时候，认为你这个家庭的这个环境不大好，因为担子房来说的话，日本不算是一个高级的职业，算是比较下流的职业。所以呢，现在过了几年以后，他们都相信的这个担子房现在已经消失了，他赚到了钱了，他就改行了，所以。第一个，他最主要也是为了他的这个子女的关系，所以你看看我们在日本的同乡，很多是规划了以后都改日本名字，这是什么道理？这大概大家都没有这个经验，体会不到这个痛苦。为什么呢？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面，因为
日本的孩子们呢，看到你的名字是外国人，他就有一点保持距离了，不跟你交朋友了。所以，我们当父母的呢，不得不为了好孩子的关系，我们能够牺牲大人，把他改名字，是有这个道理的。这个应该虽然是一个很文明的社会，但是他这种武知义知的职业呢，到现在还是有。你们到现在呢，变成他的文化了，变成非常的这个高级了。这个小姐呢，我为什么不把她的脸照给大家看呢？因为这个很难看的。为什么呢？因为她脸一翻起来呀，她这个义知的脸，她的脸呐，涂了一层非常厚的这个粉膏啊，白白的，像这个关公一样的啦。所以这个脸就不能够翻给大家看，是这个理由。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是，日本人的信仰问题。这个信仰问题呢，很多人觉得很奇怪。这个出生的时候到日本的神社去参拜，然后呢，结婚的时候用基督教式，死掉一定用念佛经，这是他们的一般的现象。然后我现在虽然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面，我们还是有非常多的杰出的客家。我今天选择了几位介绍分享大家。这一位呢，我们大家常常有这个感觉，日本的客家就等于台湾的客家，不错。这个功劳呢，就是有一位叫做于先生，他是中立人。刚才钟先生最后一些他有提及的有一个叫做于金榜，于金榜是我的小学同学，他呢也是这个于嘉麟同系的家庭，他这个系统是在平镇，这个于先生呢，他在战后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他在1945年的10月，马上他就成立了台湾的这个客家会。所以呢，当初在1945年，在1911年的时候，在横滨就有这个大陆系的客家会。但是这些人呢，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的时候，通通都回去大陆了，所以客家会就等于瓦解了，分解了，所以呢，就等于没有了。所以他这个于先生呢，就把它顶起来，就变成了台湾的客家会。所以现在所留下来，一直传到现在，日本的客家呢，就等于这个台湾客家。所以这个于先生，他当初专门把台湾的糖跟香蕉输到日本去，常常碰到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以前呢，从台湾在香蕉用船呢，记得要将近1个月啊的那个时候，就那个时候的船很慢，所以呢，很多都会腐烂。后来腐烂了以后，他是很熟了。这个于先生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了，就把它剥皮晒干了。但是日本的阳光不像台湾，所做出来真正有能够当成品的没有1/3，所以他这个很失败，到最后是变成潦倒人生的，但是他有一个隔壁的
这林景先生是屏东人，这是在我们日本来说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位，也是世界上能够尊敬的一位。为什么呢？他是发明了一个胃镜发明了，并且改良，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贡献的一位。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用跳了哦。这个范文角呢，是于先生的这个他的女儿的女儿，哦，就外孙女了，外孙女。她是非常早期、非常有名的一位这个日本的歌星，替我们这个台湾人呢，这个出了很多的气。然后最后一个这个吴明杰是什么呢？他给我们台湾带来了一个叫做卡诺精神，加农精神。这个加农精神呢，到现在我们应该要提倡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精神。为什么呢？他当初是嘉义农业学校，叫做嘉农，日本叫卡诺，所以变成了卡诺精神。这个卡诺精神呢，它是怎么讲呢？在日本甲子园的这个斗争里面，他是拿了亚军带回台湾的一个队。那他的队伍呢是什么队伍呢？非常难得的一位队伍，就表现是我们现在我们台湾社会的一个摄影，啊，这个摄影呢，这个吴明杰，这个队伍是由日本人、闽南人、客家人，还有原住民，还有日本人啊，这几个民族合起来的一个棒球队。当然，队长啊是我们客家人，这个吴明杰先生啦。所以他打了以后带回来的亚军，一举成名。然后，其中里面一个戴国飞，昨天在讲到这个恢复这个也是有戴国飞的名字有跑出来。这位先生呢，也是很值得尊敬的一位，他是真的想是一个应景的客家的代表。他在李登辉总统的时候，曾经聘请他回来台湾的国策顾问。当国策顾问的时候，他认为李登辉总统太哈日了，不应该这样子，啊，就是跟李登辉啊意见不合，啊，他就好，意见不合，你是董总，我是你的顾问，那我今天就退出来你的顾问了，就不当他的顾问了。你看看，那么高职、那么好的地位啊，普通人怎么会这样？但是他为了他的理念，他还是退出来。所以他现在在台湾的总统府对面有一个国立图书馆，在国立图书馆里面呢，有专门戴国飞的一个扩栏，专门他的着书资料都放在里面。那以后呢？有另外有下面的对不起，下面有一个叫做《中华旧礼俗》这本书。这本书的来历呢，有一位日本研究客家的人，他跑到欧洲的瑞士图书馆里面，他发现了一本客家民宿。客家民宿哦，这个书啊是用手写的，然后
这个日本人呢，因为研究客家，并且用客家语写的文章，他看不懂啊。后来他认识这个戴国飞先生，所以他马上所有的资料一的把它摄影起来，拿回到日本，跟戴国飞先生商量。后来刚好碰到我们这个杨梅的邱教授，还有北浦的邱信福先生，举办了第5届世界客家大会的时候，他就在这个地方的印刷了，所有若间有10万块日币的人，都赠送他一册这个书。然后经过讨论的结果呢，这不单单是我们客家的好的这个礼俗，能够代表中华的礼俗，所以就把它改名做中华旧礼俗。所以这一本呢，我曾经寄付了一本给苗栗的客委会，苗栗的文化园区，我寄付一本给他，所以这个是我们日本的算起来最大的对社会一个最大的一个贡献的形式。其他的这个谢先生呢，这个范光远，大家都可能大家很多人认识他，他是秀才，在日本啊，能够考到这个当日本的法官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另外，这个谢祝荣先生是中立人，他呢为了他父亲纪念他88岁，他特别演出了一个客家的戏剧，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也帮他很多忙，在这个连续在东京表演2个礼拜。在神父表演了2个礼拜，每一场都满满的人，所以这个是我们也是很值得。另外一个是最近的这个余桂美子，余桂美子呢，老实说，她不会讲客家话，但是她是在努力，在默默地替我们客家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呢有什么事情要他帮忙，我呢一个妹录给他，他马上就会答应了，所以我们这个活动呢，我也是照样的，每一天都有这个妹录传给他看，所以他也很希望得到这次消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引用这个余先生啊，他在日本呢是能够有那么成功的一位，他是在移国的社会的生活必须要有坚强才能够生存。他讲过一句话，然后呢，我也有看了我这一句话，我也有这个一个经验了。我在日本的社会里面，你想要在跟他们在一起拼命的时候，你至少你的能力要比他们左右的人要高一层，才不会受到他们的欺负。大家要注意。最后，富士山，最后呢不是还有余桂美子，他在对记者他曾经讲过，与其你是说我是日本人、客家人，不是，与其说我是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中国人或者是台湾人或者是什么台湾人或中国人但是我是不是这些人？我是客家人，这是好大家的排除，我一定会反映给他给他了解谢谢大家。然后呢，日本的富士山虽然是很美了，但是不是我们的东西了，是他们的东西另外我在这里仅代表全日本的客家，向在场的首先向客委会以及所有的在场的
世界各国的代表是最高的敬意。谢谢安主席，蒋代表。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周子修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日本的特殊环境，然后在日本人的守法的团结的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也介绍了我们台湾客家在日本的比较有贡献的人物。今天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超出了这个差不多要半小时了，所以我们如果有一个我们提一个，有人要提问一个的话，请说，请说。我在这边有声音哈，我是大纽约客家会的前会长哈，我任内申请通过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刚才那个钟大哥讲 UNNGO， 目前是唯一的，但是我的 vision 不是这样就结束，这样才开始，因为这是地球村希望把我们台湾，把我们客家的优良的文化传遍世界，所以我的想法咧，我想要举办全球的客家歌谣比赛，比赛有的人。过了其他族裔的表演团队，在 Lincoln Center 还是卡内基后来举行，这样子所有其他国家的代表、联合国的那些政府人员都会来参与，会了解客家的文化，这是我的心愿。但是一听到泰家的举词，一听到客家会泰家的共同来举办，由政府来支持，这样有办法实现。所以我用了机会来大家介绍下，我要范正昌，泰纽约客家会的前会长范正昌，谢谢。我们谢谢我们纽约的前会长给我们一个建议我想我们今天的我们的论坛到此结束。我要先最后宣布一个明年9月21号，世界台湾客家联合总会在温哥华举办世界台湾客家恳亲会，欢迎所有的乡亲来参加谢谢各位。感謝各位議員講員、主持人還有現場來賓熱烈嘅分享。咱早順嘅議場到了暫時結束，兩晚係午餐時間，請各位貴賓是在刷鋪到非常我輩拿參合。